客家话主持，我比较矜持一点，不然可能会真的变成血腥。我妈说什么？先用中火，来看一下。赶快，不然现在已经是大火了。对对，先热锅。好像小明哦，小明上身了。我还是走比较幼稚的。开始唱金包银，银包银。好，往上 ，OK， 极光一点，把极光打在他身上。好是。农家少女的思春情怀。好，请。好累啊！吹。这也掉了。刚肺活量不太够了。看这个。少女辣子。感觉少女气。